是好声，这个好声佮家鼓励一下，因第一次来表演，就这样的情况。好的开始，就是有个好的未来，希望佮加强，希望加强来咱4月14要到台东，你若去台东，太平不能先表演落你的名声拍东部、华东地区就轰动开因为迄边无少上工兵，你若过这部功夫练落好，对东部地区的讲到这只后，安尼甲你恭喜恁足辛苦恁辛苦咱休困时阵咱三节乡法律委员会准备点心甲饮料伫这个红砖广场